各位老友記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香港出行易網上課程第3堂。上一堂我哋學咗香港出行易嘅基本操作，例如點樣尋找點到點路線，以及開啟長者模式，等字體放大，方便閱讀。今堂我哋將會深入學習呢個應用程式嘅一啲其他實用功能，等你無論乘搭交通工具或者揸車都更加方便快捷。首先介紹公共交通方面嘅進階應用，除咗基本嘅路線搜尋，呢度仲可以查看多種唔同交通工具嘅詳細資料，例如車站位置。其中一個非常實用嘅功能係查詢預計到站時間。好多長者最關心嘅就係下一班車仲需要幾耐抵達。而家港鐵絕大部分線路以及部分主要渡輪線，例如中環來往長洲、中環來往梅窩等，都提供咗呢一個預計到站時間服務。例如果長者想由中環碼頭搭船去長洲，咁就可以搜尋渡輪中環至長洲路線，然後點擊民光街中環5號碼頭，你就會睇到預計到站時間。得知預計到站時間，你可以更有效咁安排行程，避免長時間等候。尤其係喺天氣唔好嘅時候，就更加實用啦。你亦都可以點擊地圖，即時查閱附近多種唔同交通工具嘅預計到站時間，涵蓋巴士、小巴，包括專營巴士同埋專線小巴、電車，甚至係前往落馬洲或者皇崗嘅過境巴士。點擊進入，即可顯示路線、站點等詳細資料，非常方便。對於有駕駛習慣嘅長者，香港出行易亦都提供咗好多有用嘅駕駛相關資訊。除咗公共交通，你亦都可以尋找點到點駕駛路線。佢唔單止協助你規劃路線，亦都會提供唔同方案俾你選擇，例如最短距離、最快時間或者收費最低嘅路線，等你按自己嘅需要選擇。揀定咗路線之後，地圖上會清楚顯示行車路線，以及預計嘅行車時間、總距離同埋可能涉及嘅道路收費。最實用嘅係，你仲可以查看沿途嘅交通快拍，透過即時影像，你可以直觀咁見到前面路面係咪暢通，或者係咪已經出現交通擠塞。就係咁，你可以提前了解路面情況，甚至可以考慮更改路線嚟避開交通擠塞。揸車嘅時候，亦都成日需要泊車同埋油站資訊。呢個應用程式可以幫助你尋找附近嘅油站位置，方便你前往入油。停車場嘅空置泊位資訊對駕駛者亦都非常重要，尤其係喺前往旺角、中環等等繁忙地區嘅時候，就能夠幫助你節省大量時間同埋精力。呢個應用程式唔單止提供停車場位置資訊，更加涵蓋部分停車場嘅實時空置泊位資訊，對駕駛者非常實用。
另外仲有一個獨立嘅交通快訊功能，專門提供交通同埋公共交通服務受阻嘅最新消息。佢會按事件性質分類，例如事故地點、交通繁忙路段，或者港鐵同巴士服務嘅特殊安排。你仲可以自定關注嘅消息類別。收到呢啲資訊，你可以提前規劃出行路線，或者喺需要嘅時候即時更改行程路線，嚟避開受影響嘅區域。呢個功能非常有用，可以幫你節省時間。除咗上述功能，香港出行易仲有其他貼心功能，例如協助你尋找單車徑路線。對於視力較弱嘅長者，香港出行易亦都具備交通消息朗讀功能。應用程式可以將交通消息朗讀俾你聽，等你唔需要嘥精神去睇文字，透過聆聽亦都可以掌握最新路況。你甚至可以查閱陸路口岸嘅交通資訊，包括口岸辦公時間同埋客運過關輪候狀況等等。睇到呢度，係咪覺得香港出行易非常有用呢？學識使用呢啲進階功能，以後出行更加無憂，無論去邊度都更加方便快捷啦。多謝大家收睇。影片由團輝長者學院提供內容及製作。